在世界卫生大会顶悬，有超过30个国家拢谴责以色列去攻击加沙的病院。不过以色列代表表示讲，这是因为哈马斯拢藏伫病院。另外，以色列军方伫29嘛对外表示，因已经控制加沙南部和埃及相接的火车走廊，会当切断哈马斯的补给。无顾各国的反对，以色列有安机关枪的战车甲装甲车驶入去加沙的城市拉法，继续军事行动。29个世界卫生大会有超过30个国家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病院甲医疗设施的攻击，阻断患者转院。部分的国家批评以色列造成饥荒的危机，而且愈来愈严重。世卫组织表示，以色列若对拉法发动全面入侵，拉法的上尾一间病院可能就会停止运作，预计会有大量的人死亡。Gazze'nin sağlık sistemi harap olmuş durumdadır. İsrail, Gazze'de hastaneleri, tedavi imkanlarını tamamen yok edecek şekilde hedef aldı. Bu temel insan hakkı olan sağlık hakkıyla da savaş demektir. 世卫组织表示，以色列第2日对难民营的空袭，造成75个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有25个人伤势严重。世卫官员指出，目前还有60台运送医疗用品甲物资的卡车去往卡伫加沙的边境，要求以色列要赶紧放行。以哈冲突已经要8个月，加沙地区的病院不断成做以军消灭哈马斯的目标。不过，以色列的代表伫38会讲，病院成做哈马斯藏的所在甲军火库，是哈马斯先无顾患者的安全。Health facilities in Gaza are used as hideouts and launch sites for terrorism, as shields for underground terror tunnels, as weapons arsenals. Hamas is deliberately putting the safety of patients at risk. Everyone in this room is well aware of it. 另外一方面，以色列29讲，已经对加沙上南边、甲埃及边境各界火车走廊完成全面的战术控制，来切断哈马斯地下移动甲补给，也个为埃及走私武器的重要管道。现在当地访问摩尼多瓦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嘛要求以色列赶紧制定出加沙战后的计划。若欠缺方案，当地有可能会出现无政府的状态，对哈马斯佮起势是较有利的。Is urgent, is imperative, and a plan that accounts for security in Gaza, that accounts for governance in Gaza, and that accounts for rebuilding the lives of the Gazan people. 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